大家好啊，我係 Protea 嘅 Cedric 啊。今日咧會同大家介紹翻咧我哋一個推廣聯盟功能嘅。咁嗰個功能係做乜嘢嘅咧？咁其實就係將大家商戶嘅客人咧變成你嘅 sales，咁啊幫你 sell 更多單，去令到你個生意更加多嘅。咁點樣做咧？咁其實個內容先，個內容咧就係其實我某個客人可能係我嘅忠實 fans 嚟嘅，佢會買好多單嘅。咁有陣時佢都會 share 俾啲朋友去買咁樣。咁但係咧其實咁 share 佢冇得益㗎嘛，咁其實純粹係興趣分享咁會變咗咧個動機少啲嘅。咁我哋咧就可以 set 翻一啲佣金俾佢，譬如啦，佢只要介紹到客人，其他客人買到可能1000蚊，咁我就分翻5% 俾佢，咁變相咧佢就會更大嘅動機咧幫你 share 啲product 出去啦。而且你可以 set 翻所有會員都有呢個功能，即係都可以做到呢件事。佢哋每一個咧都有自己專屬嘅 link 咧，只要佢 share 出去，跟住有人買咗嘢咧，佢就會賺到一啲可能積分又好、現金又好都可以 set 嘅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可以睇下點樣 set 嘅。咁去翻咧我哋個後台啦。咁其實咧第一件事咧就嗱，當嗰個推廣聯盟功能就喺呢度嘅，即係宣傳裏邊嘅。但係咧喺 set 之前咧，我哋過一過嚟呢度會員計劃裏邊撳翻積分。咁大家咧要 set 翻呢個會員積分嗰個項目先。咁譬如啦，要 set 翻，其實佢消費幾多可以得到1分咧？譬如100蚊就會得到1分。咁跟住咧調翻轉啦，咁個會員要攞嚟用嗰個積分嘅時候咧，佢幾多分等於1蚊咧？咁可能我呢度 set 咗100分就等於1蚊咁樣。咁變咗咧，你就可以控制到其實佢每張訂單即係如果客人自己買嘢啊，咁佢會即係買100蚊，咁啊得到1分，咁1分係咪等於1蚊咧？咁佢可以當錢使咧。咁你呢度可以 set 翻咁樣。咁好啦，當我 set 咗依部分之後咧，咁我哋咧就可以落去推廣聯盟功能呢度啦。咁我哋咧撳一撳新增夥伴計劃，其實咧呢度可以揀嘅，就揀話你指定某幾個嘅客人咧先至可以用到呢個功能。咁譬如你可以話我係註冊咗幾耐，跟住咧佢先至會可能幾多錢以上，佢買咗幾多錢以上先至可以咧咁樣。咁呢個可以 set 啦。咁但係一般嚟講咧，我都會建議大家係，反正都係啦，咁啊全部會員都可以用啦。咁佢哋全部都係你嘅 sales 嚟㗎嘛。咁我哋撳全部會員，跟住我哋定翻嗰個計劃先。咁我可能冇所謂嘅推薦人計劃啦，我叫做。咁呢個計劃又俾個名佢啫。跟住好啦，呢度咧會有少少即係需要注意㗎。咁其實咧，佢如果A 客人 send 條 link 俾 B 客人啦，B 客人需唔需要最低消費先至可以符合呢個回贈計劃咧？譬如我想係要介紹到個人買1000蚊，佢先至咧可以 trigger 到佢有佣金喎。咁啊，希望逼佢買，逼個 A 客人咧 sell B 客人多啲，即係咩啦？多啲嘅金額啦，咁樣都得嘅。或者你當然啦，如果你話我唔需要啊，我填0都得嘅。好啦，咁指定商品係咩咧？指定商品就係咧，其實可能我大部分嘅貨咧都係唔需要人哋幫我 sell 嘅，但係零零舍舍我有某幾個新貨，或者我有啲 key item 個 GP 比較高嘅，但係比較難賣嘅，咁我就想咧嗰啲客人去 sell 自己啲朋友咧買呢件產品，咁我就可以咧 set 某一個商品先至符合呢個推薦人計劃，咁嗰個人買咗呢件貨先至 trigger 到。咁又或者咧，你某個類別嘅商品先 trigger 到，甚至你可以咧喺個網鋪度 set 啲 head hash，咁啊將嗰個貨品擺落個 head hash 度咧，佢先至符合到即係呢個條件，即係B 客人買咧，佢 A 客人先至會得到佣金咁樣咯。咁好啦，咁假設我全部商品都可以啦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咧個計算方式咧都有比較 detail，所以可以 set 到好 details 嘅。咁就係嗱，我最簡單就係B 客人A 客人 sell B 客人啦，B 客人佢買嗰張單，我分翻5% 俾佢，即係類似咁樣。咁變咗咧，佢買1000蚊就有50蚊嘅即係現金或者積分咧，可以俾翻 A 客人啦，咁樣5%。咁或者咧，你每落一張單，我都即係 B 客人每落一張單咧，我都俾10蚊或者你自己定啦，50蚊俾 A 客人又得。又或者係佢咧，我有指定某啲商品，因為咧你會揀到噶嘛，即係
買咗某啲指定商品先 trigger 到呢個計劃。但係如果你譬如我買一個蘋果就可以 trigger 到呢個計劃啦。咁但係咧佢咧可以話你買咗個蘋果之後成單咁計5%俾一個佣金 A 客人可以，又或者係咧只係計佢買咗嗰個 app 嗰個蘋果，可能我買嗰個蘋果咧我就做呢張單買咗一個蘋果我就俾10蚊佢咁樣去定都得嘅。咁呢個咧視乎翻大家玩嗰個計劃有幾複雜啦。如果大家嗰個玩嗰個方法係我想都比較複雜，而我哋唔係好 sure 嘅話咧，你可以去我哋 CS 度咧，咁我哋即係幫你一齊諗都得嘅。咁最後啦，咁我哋可能你見到點解一個係沒有佣金分成嘅？咁點解會咁樣 set 咧？咁其實咧，我哋都有諗過，有啲情況咧，可能係純粹想 record 翻A 客人咧介紹咗幾多朋友去買嗰個商品或者買咗單嘅啫，咁就未必話一定要俾佣金佢嘅。咁呢個情況咧就 set 呢個佣金分成咧係沒有。咁我自己見到咧，可能有啲朋友咧就會話：喂，我搞一個活動係可能係新年活動，咁我哋咧就鬥我哋所有會員咧鬥 sell 其他會員買得，睇下邊個買得最多，即係最 sell 得最多嘢。咁嗰個會員咧，可能咧我哋結算嘅時候咧就喺個冠軍，我哋就會可能送一啲嘢俾佢，可能送佢某個會籍或者送一啲禮物俾佢。咁變咗咧，咁呢個情況之下咧，佢就唔使佣金分成咯。咁樣好啦，再落去啦。就係佣金嘅發放方式，我哋一般咧會建議去用會員積分嘅，因為個系統咧，當 B 客人落單嘅時候咧，自動嗰個佣金咧就會計算成積分，就俾 A 客人啦。譬如你定咗係5%買1000蚊，咁即係50蚊嘅佣金啦。咁50蚊嘅佣金咧就會化成積分，即係譬如你如果係每50分每1分等於1蚊嘅話咧，佢就俾50分佢。咁佢會計50蚊嘅積分，譬如你可能係每200分先係當1蚊使嘅，咁佢咪會50乘200咁樣俾佢咯。咁我用會員積分俾佢，咁變咗咧佢就會一定要去翻你間鋪度消費買嘢先用到呢積分啦。咁當然亦都可以有啲玩法係現金嘅，咁但係現金咧你就要另外可能每個月或者你有個結數日啦，你將翻個 report 之後咧，咁你就會睇到每個會員其實即係 sell 咗幾多 amount，咁你就自己去另外過數俾佢㗎啦，咁樣。咁生效日期啦，同埋結束日期啦，咁正如我所講頭先，可能有個新年活動係需要結束日期嘅，咁你都可以 set 翻嘅。好啦，咁set 完呢度咯喎，咁我哋下一步咯喎。好啦，咁下一步咧，你會見到係關於一啲積分嘅，即係嗰個折扣嘅設定。咁因為咧客人 A sell 客人 B，佢都要俾客人 B 一啲着數咧，個客人 B 先至會買單噶嘛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 set 翻咧，其實佢會客人 B 可以得到啲咩優惠，其實都同我哋平時 set 嗰啲折扣都好相似嘅。咁當然可以係現金券啦，可能係一個 percentage 嘅折扣啦，或者固定金額嘅折扣啦。B 客人究竟要使幾多錢先至可以得到呢個折扣優惠咧？亦都可以 set 嘅。咁我亦都可以 set 埋佢最少要買幾多件嘢先得咧，咁樣。咁亦都可以咧因為佢係獨立嘅，呢個係優惠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獨立 set 話呢個優惠咧，只係適合某一啲產品先至可以得到優惠嘅啫。佢買其他嘅產品可能就冇呢個優惠㗎啦。咁當然地，我通常咧適用條件咧就會 set 翻做會員嘅，即係希望B 客人都成為會員啦。咁因為佢 B 客人成為會員之後，佢再買嘢，買完嘢咁佢會見到，我哋又有可以 B 客人去 motivate 佢去 sell C 客人㗎咯喎，咁樣。咁所以我一般嚟講都會係會員嘅。咁運輸方式同付款方式大家都可以揀翻啦。其實就一般嚟講都唔會點樣限佢㗎。跟住咧，每個會員嘅使用次數，即係咧可能有啲商戶擔心，其實我呢個推薦人計劃都幾抵嘅喎，會唔會話有人係咁戳我就A 嗰條 link 咧係咁派俾 B 就係咁用咁樣啊？咁 B 嗰個人咧其實可以用幾多次咧係可以限制嘅，但係一般嚟講都唔會限，因為當你做呢個program 嘅時候，其實大家應該要計算好個 GP， 計算好個折扣個率㗎啦。咁所以如果有需要就限啦。咁其實如果冇需要，一般嚟講都唔會限㗎啦。咁其實
係咯，限個會員用幾多次就可能係一啲好 special 嘅 case 就會用。好啦，最後咯喎，會唔會同其他折扣相容啊？咁樣咁譬如咧，因為你好多時商戶咧都會喺個網鋪嗰度咧，可能 set 咗啲首次購買優惠啊、運費減免優惠啊。咁其實呢個優惠碼，記住呢個係 B 客人享有嘅優惠啊。佢究竟同呢啲活動咧會唔會 overlap 可以用到咧？咁如果可以 overlap 嘅，咁啊最好啦，咁佢就更加開心啦。如果唔係喎，有啲可能活動係折扣活動係已經比較多即係折扣㗎啦，咁我哋就可能可以揀翻自己想可以從事使用嘅一啲 item 咯，咁樣。好啦，咁 set 埋呢度咧，其實已經基本上 set 完㗎啦。咁我哋再下一步咧，就會有個 T&C 啦。嗱，其實咧，大家再即係去入到呢版嘅時候咧，我哋後台已經有一個 template。咁但係個 template 咧，大家可以細心閱讀下。其實佢就純粹保障大家啫，同埋大家要 edit 嘅喎，因為咧，我哋呢度咧會寫到明一啲免責聲明啦。呢個係草稿嚟嘅啫，咁你一定要睇清楚咧，跟住 delete 翻啲唔關事嘅資料，跟住就可能你有啲鋪嘅一啲 T&C 特別想包落去嘅，咁你都可以喺度打一打咁樣咯。咁我哋完成咗之後咧，咁確定。咁其實咧就已經成功㗎啦，咁就已經 set up 咗一個推薦人計劃㗎啦。咁其實我哋撳 copy，咁可以去睇一睇。其實咧，因為咧，我係所有會員都可以用到呢個推薦人計劃啊嘛，咁所以咧，如果個客咧入嚟，嗱呢個咧係客人 A 啊，客人 A 入嚟嘅時候咧，佢登入咗你個網鋪咧，咁佢會見到一個夥伴計劃嘅，佢撳一撳，佢就會咧睇到自己嗰條專屬嘅 link 啦，同埋咧佢可以睇到咧，就是頭先個頁啦。其實嗰個推薦人計劃裏邊個玩法係點樣咧？佢就可以細心閱讀一下，跟住就去 send 俾佢啲朋友去買呢件產品啦。咁其實咧，你如果有留意到咧，其實我一入去咧，其實佢係會話俾佢聽咧，客人 A 話俾客人 A 聽咧，其實呢個program 為佢帶嚟咗幾多佣金，其實佢成功 sell 幾多單咧，咁其實佢係睇得到嘅。咁但係當然地啦，因為有少少私隱嘅問題啦，咁所以佢係冇辦法知道。佢嘅朋友 B 定朋友 C 落咗張單，嗰張單個內容係乜嘢，人哋買乜嘢，其實佢就唔能夠知道嘅。人哋可能唔想俾佢知噶嘛，但係佢買嘢咁樣咯。咁所以會有個金額，會有個佣金計翻俾佢聽睇，但係就唔會話去特別 show 嗰個內容噶啦。咁其實作為商戶啦，你都可以喺度睇到噶喎。其實咧，當我設定咗之後，推薦人計劃啦，咁你會見到咧，其實 total啲人咧即係透過個計劃咧成功 sell 幾多單咧，同埋下邊會有啲訂單資料嘅，咁你都可以見到咧，其實有邊啲訂單係成功咗，咁你都可以即係知道得多啲啦。咁同埋你可以咧修改嗰個玩法嘅，如果你有需要嘅時候，同埋如果我呢個 program 其實玩完啦，其實可能新年可能過咗，咁但係我想頭先本身我唔記得咗 set 嗰個結束日期。咁點樣停用咧？就撳呢個撳3點，跟住結束嗰個夥伴計劃，咁就得㗎啦。咁但係留意咧，結束夥伴計劃咧，其實佢呢個位咧係唔會 delete 嗰個資料嘅，因為有陣時可能有啲客咧會問翻你㗎嘛。咁變咗咧，呢度會變咗停用咯。停用咗之後，咁如果你話呢度我可能 run 咗2-3年之後會比較多比較亂啦，咁可以篩選翻，咁去睇翻你而家 activate 緊嘅一啲推薦人計劃，咁令到你可以清晰啲。好。咁今日嘅介紹就係咁多，如果仲有咩唔明咧，可以去我哋 CS 嗰度詳細去問問啦。咁係啦，咁多謝大家。